自細就同腦癌搏鬥嘅葉嘉銘，經歷多次腦部手術，智力、記憶力受損。不過佢永遠唔放棄，唔單止考上大學，仲成功挑戰騎獨輪車環島，並且考取多張街頭藝人證照。葉嘉銘以烏克麗麗伴奏，媽媽就係負責演唱。母子兩個人組成嘅街頭藝人，優美嘅音樂吸引民眾駐足聆聽。沉浸喺音樂之中嘅葉嘉銘充滿自信，睇唔出嚟佢自細就受到腦瘤，仲有多重身心障礙所苦。今年21歲嘅葉嘉銘喺國小2年級發現罹患惡性星狀細胞瘤，腦部有4-5個腫瘤。佢分別喺小4、國1同高3嘅時候接受腦部手術。手術唔單止影響佢嘅智力，亦令佢出現情緒障礙。曾經喺學校受到老師同同學嘅排擠，不過葉嘉銘冇因此放棄人生，屋企人一路陪伴同支持，亦喺台中特教學校老師嘅鼓勵之下，葉嘉銘接觸獨輪車同烏克麗麗。2013年甚至完成獨輪車環島，另外亦都考取街頭藝人證照，甚至取得烘焙證照。打算未來開麵包店。葉嘉銘嘅腦部仲有好幾個腫瘤，不過佢話已經學識放低，因為如果繼續糾結問題，就無法改變人生。熱愛生命、堅持到底嘅諗法，令佢呢一雙手可以繼續撥動動人嘅音符，繼續傳播愛。